2025晚间12个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出炉，台南市长黄伟哲得到年度最佳进步首长奖，伫6都当中的满意度成长的幅度上大，达到64.7%，比去年提升3.2个百分点。伫此，黄伟哲市长除了感谢市民的肯定以外，嘛表示会继续将市政做好更加好。其实市政团队其实也都没有松懈，那很感谢选民的肯定但是我们觉得用平常心态对待，因为努力没有尽头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所以只有让市政做得更好，那民众才会过得更好，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努力，也谢谢市民的肯定哦。这届黄伟哲市长的满意度会当提升的主要原因有3大关键：第一，伊建设实践区域均衡，推动北台南产业聚落，包括近期推动满豆工业区、甲7股科工区以及柳营科学园区第3期，嘛成功得到中央支持。第二，用招商带动经济转型，互文化高度蜕变为科技新城。未来台湾第一座 AI 产业园区将徛卡伫台南高铁特定区。大型百货公司嘛接续扩大投资。第三，包括民众高度关切的治水、托育、交通等议题，黄市长拢推出具体有效的政策改善，拢是这届民调满意度提升的重要因素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